法国西部的比苏开湾，当年拢有上万只海猪，这海猪无细只拢会走入去鱼网内底。尾啊，互希望电视，即马呢就利用海底回声定位能力系统，即马会对海底发出讲头前真危险的信息，希望会当帮助因顺利闪开。法国掠鱼人话，你是3囡仔老爸，爱维持稳定的收入，负担生活。当局为避免海底误入鱼网死亡，连续2年伫当天实施1个月禁捕令，虽然有领到补偿金，不过伊甲同业依然感觉真深的压力。大话无公平，话你讲害死海猪啊，主要是拖网渔船，老有岛式的粗疏结构的渔网，若受困一定死亡。家己用的是老刺网啊，较会亮出来。过去5年只搞到一条早就已经死的海猪啊，根本未造成危险。A dolphin can't get stuck in this because the mesh is too thin. It's a straight net, and since the mesh is so fine, it breaks easily. See? No force needed. 保育组织讲，法国西部大西洋海岸的比斯开湾是海猪啊、海翁这海洋生物的大型网捕，每年有1万只误入鱼网的受困死亡。为恢复海洋正常生态，各互渔业影响，法国咧进行一项全国性的实验，用海猪啊会为头壳遐发出声波，亲像声纳共款，探索环境的回声定位能力。伫个鱼网啊设信标，会对因发送危险的信号。An acoustic image of a dead dolphin caught in a net is emitted. So when a dolphin clicks close to the net, it will receive an image of the trapped dolphin. 那这种保护海底的新科技得到成功，法国拍算伫2017年解除当天暂时禁止掠鱼的措施。公司新闻是非常重要。